伫美国读官校的台湾学生齐和明，今年5月底就因老母和外妈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。这马孙仔3个人煞伫美国发生车祸，老母和外妈拢重伤。都有公益团体和企业工会举办募款记者会，目标是要筹募1000万，捐予因来做医疗费用。民间公益团体17早起伫咧台北办，居然叫做建军募款记者会。因为咱国有一位官校的公派留学生齐和平去美国读空军官校，顶个月以优秀的成绩毕业。伊的老母甲外妈去美国参加伊的毕业典礼，杀出重大车祸，爱外界捐款到3项支付医药费用。详细的募款进度怎么也公布？请个律师跟他们来医院来交涉啊，不能狮子大开口。我们国家，我们台湾浩德，经过3天的募集的话呢，已经募到700万。根据了解，齐和平自细汉出来环境就无好，老爸伫咧因2岁时阵中风倒伫咧面床顶，拢是靠因老母饲规家伙啊。不过齐和平因为以正优秀的成绩，得到官校推荐公费到美国读空军官校。即马伊的老母甲外妈因为出车祸，颔骨以下拢无法度振动。伊的外妈抑怪水油脂，即马台湾除了将会派专机甲齐和平的出来人接转来台湾治疗，转来台湾了也予伊医疗协助。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是到募款记者会表达关心。蔡总统在第一天接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，也只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民间的好友，或者在公益团体发起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协助。我联系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，帮徐浩明先生的妈妈外婆尽快在他的健康无虞的下面，赶快利用专机从科罗拉多州转到洛杉矶，再由洛杉矶华航接回来。那这个我们会尽快来完成。目前，公益文化协会甲民间团体等单位将会协助派专机去美国，甲齐和平的家属接待。有关募款的金额已经募到700万，希望会当募集到1000万，提供起价医疗费用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